多谢云啊！台湾目前差不多205万的这个儿童甲青少年已经患过新冠病毒，不过部分的人呢出现这个时常的破病、发烧、镜头呢不时会压起来，去病院一个检查，果毋是呼吸道甲下肢等等的疾病，有中医师针对这款的病症开药方检查灵，效果真好。 5岁大小珍新冠确诊康复了后，就定定开始发烧感冒。妈妈带来给医生看，拜都是呼吸道含下过疾病了后，就来接受中医的治疗。今嘛嘛较袂感冒破病啊。真的是确诊之后啊，常常就是动不动就流鼻涕啊、咳嗽啊，然后我不舒服，觉得头痛痛的这样子。根据台湾疾管署统计，今嘛超有205万的囡仔、青少年已经患过新冠病毒，康复了后出现真侪中新冠症候群的镜头。那内关穴呢，在这个手腕横纹中间这个中点，然后它是我们说的4只手指头这样量过来这个位置。 医师讲，系对疗龄以慢为主，平常时啊，则个注意食食，莫食手冰，嘛莫食手冷的物件，得当改善中新冠症候群的镜头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